再来看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年初发现到这阳金公路去向囤大量的装潢废料，通报警方所查到是一个姓洪的手商去包一间诊所的清运工程，甲尚无2栋的废料直接等伫咧遮。警方是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甲3个人上班，上当会当判5档。对便坡的草内底找到一大堆装潢的废弃物，数量真惊人，其中阁有插头的倒棒、过期的面膜、保健食品等等，阁找出写有一间诊所的招牌布条啊。警方专案小组斟酌调查，找出3个人所涉嫌甲废弃物利用3更半暝，分4摆载去阳明山国家公园的阳金公路来黑白拼，将废弃物分4次再往阳明山国家公园丢弃，总计不法获利新台币45万6千元。全案以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罪嫌，函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3个人非法的趁钱，大约有趁45万块。专案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来办。事实上，警方去年9月份也伫阳明山的巴拉卡公路查到姓谢的男性涉嫌废弃至少800公斤的营建废弃物。也若查这类的案件，除了警方拍拼查案，一开始认真巡山的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巡查员也有功劳。就会针对重点比如说比较容易前的比较可能到垃圾的地方，他们就会特地去查看。像巴拉卡去年就是有发现，也是有到他们去巡查，就会特地看，刚好就会看到保期总队来一起巡查的。警方强调讲，阳明山国家公园有台湾重要的生态甲景观资源，一定要好好爱护。若准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相当会当判5年，并科1500万的罚金。呼吁民众唔通小贪趁钱，造成环境污染。记者综合报道。